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今天我舅舅回来了，之前一阶段他都在韩国跑业务，这次回到国内又能住上好几个月了。朋友们都喜欢听他唱评弹，我会多录几段的。而且好事成双，今天我父亲终于要来看小小刘了。出生到现在快满月了，第一次看见他爷爷。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场景。我父亲这个人呢比较奇怪，虽然他之前没有来看，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肯定是喜欢这个孙子。我现在先去买月子餐，一会儿开车去把舅舅和外婆接来。因为奶奶晕车，所以奶奶的话只能我爸爸坐地铁把她带来。我们也抓点毛豆，再拿2根茭白。好的。好了，可以，够了。老板娘拿一条鲫鱼。什么样的鲫鱼？就大一点的鲫鱼煮汤。好的，来点肉丝。兄弟，要来点排骨啊？就肉丝就可以了。今天的菜买好了，现在要去把 Happy 接回来。自从镜子补羊水到现在1个半月了 ，Happy 我都是寄在朋友家里。今天我舅舅回来了，他说 Happy 之后3个月交给他。刘姐，我来拿狗了，熟悉的感觉。Happy 想不想我呀？看这尾巴甩的，前面有只吉娃娃。Happy 你看到没有？吉娃娃。Happy 你胆子太小了，人家吉娃娃就一点点，你还害怕？给他洗个澡，一会儿香喷喷的去外婆家。阿屌来着，爸爸，爸爸来看看那个孙子呢？那个，哎呦，这个是这个妹。现在出劲多噻，来个辰光只有4斤2两。老是打不过。奶奶打高水，奶摸摸喊。吹。雨芬，这面孔上蛮胖一样的。哎，我晒大头还是蛮嗨的。现在要去接舅舅和外婆了，去外婆以前的老房子美之苑。这几个凳子以前都是外公坐着唱评弹的，外婆舍不得扔掉，也要搬走。现在搭么子全部搬光，只有搿只空调拿不脱着。这空调哪没办法的。空调就留拨人家吧。我搿上火开一只别冷死脱个。你有这不然的呀？搬上没站了。我没地方包的。搿么外婆最棒。你再来我上再没地方包的。有地方包盖，那个那侪是蚊子，我那个蚊子大概想去毛的。就要掉来扣子，那是啥都没海口个。外婆拿来扣呢？打双眼皮。哎，今天我爸爸带了茅台酒过来，庆祝啊！庆祝一下。哎，升级了。今天不用月嫂烧菜了，刘大厨。外婆这位啊？这位。哎，这位啊，那边这个10几年了啊。看来啊不舒服吃。那个30了，2011了。2011年对。2高1啊。搿些辰光是飞机上嘛，对。对。闻看阿香。酱香过。奶奶酒量也好的，也常喝白酒的，但是茅台酒也是第一次喝。放在这里。那个杯子太咸了，我不老后去为咸杯子。来，宝宝胖啊，为3类，为第4代，为孙子，为儿子。学堂读书呢，还是拿搿房子最好。毕竟是虽然他我说了谁，可是对搿种啊，搿种呢是读得嗨，还还读下去。对伐？孙子的呢，胖最贵，而且买台最哦，哦，买对对。从来没的，说来身体健康。